雙管齊下。唐朝的時候，有一個名叫張草的人，他曾做過一些小官，但都沒有稱心如意。不過張草很擅長畫畫，而且頗有成就。他畫的山水畫，那些樹木和石頭都給人以生動逼真的感覺，常常令人覺得身臨其境。而最讓人叫絕的是他畫松樹，他左手按住畫紙，右手同時拿着兩支毛筆，其中一支勾勒出蒼勁有力的松枝，另一支則描繪出茂盛的松葉。經過這番雙管齊下，他畫出來的松樹形神兼具，就好像真的有一棵松樹立在眼前。因此當時的文人都對他大為讚賞，稱他畫的松樹是神品。